當廣西嘅山水畫卷撞正熱辣辣嘅中國新年，會係點樣嘅風景？今年春節，我哋由深圳出發，一路駛入桂北嘅懷抱，喺竹海深呼吸，喺苗寨鞭炮祈福，喺內江追龍，喺古鎮品年味，5日旅程，將新年過喺山水之間。第一日，闖入天然大氧吧廣寧竹海，搭竹筏泛舟綏江，呼吸滿滿負離子，成個人都煥然一新。下晝抵達賀州，漫遊千年臨賀古城，喺文廟嘅紅牆下感受呢座古城嘅沉靜厚重。第二日先去打卡網紅魚鱗壩，之後走進中國最美古鎮黃瑤，900年時光刻喺每一塊石板之上。今日係除夕，古鎮換上最喜慶嘅紅裝，燈籠影住青石板，爆竹聲中辭舊歲。我哋喺老街辦年貨，喺石板路留低笑聲。下晝探秘地下溶洞醉龍潭，睇億萬年形成嘅鐘乳石龍，車行途中遠眺月亮山，天然穿窿嘅山洞口，成個月亮咁掛喺度。夜幕降臨，我哋泛舟遇龍河，睇河上龍舟，鑼鼓聲中仿佛聽到新年腳步。放一盞可燈，將心願託付俾呢片溫柔山水。呢個除夕，我哋喺廣西過咗一個最特別嘅中國年。第3日喺馬嶺古寨聽一曲侗族大歌，感受少數民族嘅新春祝福。之後搭船駛入漓江最美嘅懷抱，興平街景，欣賞20蚊紙同款背景。真正船在江中走，人在畫中遊。入夜嘅桂林古南門燈火溫柔。第4日清晨同桂林城徽象鼻山相遇，遠眺日月相塔，山水之城嘅新春名氣盡收眼底。下晝北上融水，闖入夢名苗寨。正月初2嘅苗寨處處係年味，回南街嘅隊伍抬住竹擔穿寨而過，廣場上歌舞歡騰，精彩嘅苗族歌舞令大家睇到入迷。最刺激嘅莫過於鬥馬比賽，駿馬奔騰，呢個係苗寨新春最熱血嘅慶典。黃昏追尋徐霞客足跡，走進道教聖地老君洞，喺千年摩崖石刻之間，感受時光沉澱同新春正好。最後一日，漫步梧州騎樓城，感受呢座城市獨有嘅煙火氣息，帶住滿滿回憶同行手信，我哋踏上歸途。呢趟唔止係旅行，係我哋一齊度過嘅最與別不同嘅廣西年。下次出發，希望鏡頭裏面都有你同行家人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